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这几天，咱台湾的疫情有真大的变化，咱不得已只好暂停实体礼拜。请大家依然爱用敬虔的心，伫厝内底敬拜上帝。伫这段非常的时期，请大家也毋通忽略家己的灵修生活，也应该爱常常用电话互相关心，彼此代祷。这个时阵，咱要来听上帝话，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即是要领受你的话。主啊，阮恳求你帮助阮备办好阮的心，也享受属天的智慧，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，也会当照安尼去行。透过安尼，我们领受福气，也互别人得到祝福。恳求主教阮三合之地，愿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要来看以利沙的一个罗卜，伊叫做基哈西。伊是一个真可惜的人物，原本底是真有本事、真有才能的人，但是咱看见伊的结局却是真悲惨。咱要透过伊做伙来学习一寡生命的功课。基哈西是以利沙的罗卜，咱来清楚会当互先知所信任。担任先知的罗卜，这是值得骄傲的。而且咱对圣经中间，咱会当明白，基哈西毋是普通的罗卜，虽然会当讲是先知以利沙的助手。如果咱来详细来看圣经，伫列王记下卷的第4章，当思念的妇人来求以利沙救伊的囝的时，以利沙就吩咐基哈西讲。你束上腰，手提我的管去因兜，然后将我的管放伫囡仔面的顶面。所以咱会当明白，基哈西所做的，毋是服侍以利沙尔，是真做伊的助手，协助先知完成新约之事。所以咱会当明白，伊毋是一个普通的罗卜，是得到先知所信任、所重用的助手。但是，安尼一个先知所重用的人，竟然伫试探中间失败，这实在互咱一个真大的境界。生命中间，如果因为一时的错误的想法甲决定，有可能影响咱整个人生的命运。对基哈西失败中间，咱会当学习一寡真重要的代志。牧师今仔日要分做3个部分，甲大家做伙来思考。首先，咱来看基哈西的失败是在于伊藐视上帝救恩。咱前回咧讲无命的女英雄的时，咱有提到得到麻风病大将军乃曼，因为厝内底女婢的帮衬，互伊去找先知以利沙。以利沙爱伊去约旦河浸7遍，后来。乃曼因为上帝恩典来得到完全的医治，得到医治的乃曼将军，接续伊就带着真济的礼物要来答谢以利沙的帮衬，但是以利沙却拒绝伊的礼物，不管乃曼怎样坚持，以利沙也是无要接受。最后，乃曼只有将礼物砸回去。当基哈西知影这件代志了。伊就起了贪婪的心，伊心内安尼想讲：我主人无收乃曼什么礼物，就互伊离开。伊应该爱收了迄个乃曼的礼物才对。所以基哈西伊就对着耶和华上帝来咒詛，伊讲：我要追上伊，然后要对伊讨担保转来。当然，照咱一般人的想法，以利沙若接受乃曼的礼物。并无啥物无合情理的所在，因为有做工就当得到工钱，有服侍就当得到谢礼。但是咱爱理解，伫这个事件中间，基哈西这种想法甲作为，却犯了一个真大的错误，就是伊会误导乃曼，这个拄拄当认捌上帝关联无偌久的人，
互伊认为讲上帝恩典会通用金钱来换得。以利沙之所以无接受乃縵的礼物，是因为伊要互乃縵知，乃縵之所以得到医治，毋是先知以利沙的能力，是上帝的恩典。以利沙爱知影恩典，而且感恩，但是感恩的对象毋是以利沙，是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真实明白，上帝恩典毋是用金钱会当买到的。过去我伫南部牧会的时阵，有一遍我去探访一个教会姊妹的老爸，伊破病住伫病院中间。伫破病这段时间，有真侪教会的长执甲兄姐常常去关心伊、探访伊，对伊传福音。渐渐伊的心有拍开，所以我就借着探访的过程中间，把握机会来邀请伊。我就问伊讲，伊敢有愿意接受洗礼？如果伊若愿意接受耶稣，我才帮伊安排后壁洗礼的程序。结果，伊突然间好像有淡薄丢度，伊就叫伊的查某囝到伊的身躯边，叫伊查某囝按耳孔来听伊讲话。伊问伊的查某囝一个问题，伊讲：毋知洗礼爱开偌济钱？因为伊讲了有小可大声，所以我有听到。我伫边仔，我就来讲：先生，洗礼这个恩典是真贵的哦。世间无一个人付得起，但是耶稣替咱付，因为上帝恩典是遐尼宝贵，毋是任何金钱会当买会到的。咱爱有明白这款的道理。伫今仔日故事中间，咱看见到去合适藐视上帝的救恩，互人掠做上帝恩典会当用金钱去买到，这是伊第一个失败的所在。第二项，咱接续来看，会引起基合适这一连串的错误，上个主要原因就是伊贪恋钱财。原本对伊军队先知以利沙，如果若好好谦卑来学习，点知以后伊会当成做上帝所重用的人。但是真可惜，因为一时的贪恋，不但失去侍奉上帝的机会，反倒转互伊得到大麻烦。对待了，不但甲伊的老师以利沙隔离，甲伊的一切亲友隔离，伊的心灵也甲上帝隔绝。伊不但得到肉体顶面的绝症，心灵顶面也受污染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保罗先生安尼提醒咱，讲遐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伫白血，落伫罗网中间，甲真侪无知有害的私欲内底，互人沉伫败坏甲灭亡中间。保罗先生讲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开正道，用真侪忧愁将家己刺臭。关系金钱这件代志，牧师过去捌伫讲道中间，甲大家分享咱的信仰对金钱的看法。咱搁复习一遍，面对钱财，咱来学习5个原则，就是4不1没有。第一个原则，就是咱对金钱的控制，咱无主权。首先，咱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咱来明白，咱所有的拢是属于上帝，咱只有管理权，无所有权。圣经中间安尼来讲，因为咱无带啥物到世间来，也袂当带啥物转去。这句话说明一个真理：咱生命中间所有的拢是上帝予咱的，这是上帝大的恩典。咱对伫咱的产业只有管理权，无所有权。所以咱来明白，咱的钱财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，伊爱咱去享受伊、享受、使用伊、管理伊，咱并无主权。要使用的时阵，咱爱先去思考，咱安尼使用，上帝敢有欢喜？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。
第二项就是关系金钱的拥有，咱袂当贪婪。圣经中间讲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有人贪婪钱财，就被引诱离开正道，用真济忧愁将家己刺杀。对伫金钱的拥有，咱袂当贪婪，毋通亲像今仔日故事中间的即个奇合式同款，到最后遮尔凄惨。第三项，关系金钱的处置，咱袂当淘汰。对伫金钱的得到，圣经教示咱袂当用无正当的方式来得到，袂当偷，袂当摕。这是真明白的。伫10诫中间，第8诫也安尼提醒咱。主耶稣嘛安尼讲，袂当偷摕。这是咱爱放伫心肝中间。第4项，关系金钱的需要，咱毋免烦恼。圣经一再强调一个观念，毋通为着生活的需要来烦恼。主耶稣讲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毋通为着生活顶面所需要的啉食，或者是身躯所穿的衫来操心。兼讲性命无比啉食较重要，身体无比衫较重要吗？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讲，既然我靠上帝的人，咱毋免为着日常所需要的来烦恼，因为烦恼无法度为着实况带来改变。咱来将上帝放伫第一位，专心倚靠伊，而且伫上帝的恩典下面，咱拍拼工作，毋通烦恼操心。这是圣经予咱的教训。最后一项，关系金钱的分享，咱毋通当生。利用上帝予咱的财物来做分享，是一件美好的代志。如果一个人知影安怎去分享，伊就袂被财物所捆绑。伫圣经中间，咱看见着主耶稣安尼讲，伊讲爱借着迄个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路用的时，伊就当接你到永远之地的场面去。意思是讲，当咱也活伫即世间的时阵，钱财有一个真重要的好处，伊会当互咱去帮助别人。咱应该爱趁伫咱也活着时，好好来使用手中的钱财去做好的代志、正确的代志，有利益上帝国甲其他的人的代志。安尼，咱就完成咱伫地面上的责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只要掌握这个4不1没有这5个圣经予咱的原则，金钱会当成做咱真大的祝福。这是咱爱记伫咱的心肝中间。最后，咱来看奇合式的第3个失败点。咱拢知，一般来讲，贪甲骗常常是连做伙。咱拄则讲，贪财是万恶的根源。对这根源中间所产生的果子，的确有欺骗甲白贼。而且咱能看见以利沙的罗卜，奇合式为着贪婪，伊就变做白贼。以利沙既然已经坚决拒绝乃縵的礼物，那奇合式用以利沙的名义来乃縵讨物件，的确引起乃縵的怀疑。若无用以利沙的名义，凭家己来乃縵求讨，乃縵一定袂予伊。所以，伊就用伊小小的聪明去编造一个会当两全其美的白贼。咱看见着伊安尼讲，伊讲只是我的主人派我甲你讲，拄则有2个先知对以法莲山区来，伊望你会当互因3000块银仔，甲2套衫。这看起来是非常聪明啦，用这款的白贼来欺骗单纯的乃縵将军。只是咱知，伊的白贼只会当瞒过乃縵，瞒袂过上帝甲上帝罗卜以利沙。接下来圣经甲咱讲，当奇合式当伊甲伊的主人的面前的时阵，伊搁一遍讲白贼，以利沙马上互伊知，伊讲的是白贼。以利沙问伊讲：“奇合式，你伫对倒落来？”伊就回答讲：“我无往倒落去啊。”以利沙对伊讲：“迄个人对马车落来见你的时阵，我的心
减无伫遐，这毋是接受别人钱银、衣裳、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羊群、牛群、甲萝卜的事。请注意，白菜检菜一时会当隐瞒迄个毋知影即件代志事实的人一时，但是无法度骗全能全知的上帝。所以当伊倒来伊丽莎的面前的时阵，伊无法度搁用白菜来掠砍伊的罪恶，更袂当逃避伊应该爱受的处罚。伫即个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以哈西伊安尼讲，伊讲伊奉上主的名咒诅，伊要对上伊，要往伊讨淡薄转来。结果咱看见着，伊可能对着伊所爱的囡仔甲伊上，但是伊也对着乃曼将军的大麻风。所以伊丽莎对伊讲：现在乃曼的麻风病要生伫你的身上，你甲你的后代会永远得到这个病。当伊哈西知影钱财所为伊带来，毋是安稳自在，反倒当是搁较大的痛苦的时阵，伊后悔已经袂赴。一时的贪念带互伊终身的痛苦，这是真侪贪婪的人所得到的结果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对伊哈西的经历中间，咱得到真好的信息，期待咱拢会当真实明白救恩的宝贵，也当克制咱家己的贪婪，用正确的态度来看金钱，也当用诚实的心来面对生命中间每一件代志。愿上帝亲自赐福帮助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，来思考阮生命中间的功课。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真实明白主你的救恩的宝贵，毋是用任何金钱，或者是阮的努力会当得到的，拢是你白白的恩典赏赐互阮。阮应该爱常常抱着感恩的心，用阮的生命的见证来回应你的听。主啊，阮也恳求你帮助阮，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你所赏赐互阮的金钱财物，互阮会当正确来使用伊，互阮的生命领受祝福，也互每一个甲阮接触的人会当得到祝福。亲爱的主，我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用诚实无瑕疵的信心来面对生命中间每一件事，互阮会当伫你的看顾下面得到真实的平安。愿咱的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